訂閱傑斯頻道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片，集結力量，為自由攜手守護真相。拍呢條片嘅時候咧，就啱咧同阿 Kelvin 咧就做完呢個拉闊世界，話今晚做咗2個幾鐘頭，咁就本來咧就唔諗住拍片嘅，咁但係就因為有個本來喺應該有一個題目咧，就喺拉闊嗰邊咧就應該今晚講嘅，咁但係咧就2個幾鐘頭啊都冇講到啦。咁我覺得咧就不如拍多條片啦，因為趁新鮮啦，即係如果過咗時間又好似冇咁 fresh 咁啊，所以咧就不如拍多條片啦，同大家分享下，因為都有一啲即係我覺得都有啲幾應該大家要知嘅訊息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講緊嘅咧就係一單法庭嘅案件啦，就2日前啦，香港時間就應該係8月4號嘅嗰一日，咁喺法庭度有一單就屬於優才計劃嘅詐騙案啦，或者好多人都應該有留意啊。咁一位內地嘅女士啦，叫做蔣琳琳 ，OK， 我哋就叫做蔣琳琳案啦 ，OK， 咁一位46歲嘅大陸女士，咁佢咧就2條 charge 嘅，一條咧就係串謀詐騙，一條咧就係向入境事務主任作出虛假嘅陳述罪啦。咁咧就簡單嚟講咧，就係佢喺2025年咧透過優才計劃，咁咧就入嚟香港啦，跟住咧就曬咗一張咧就自稱咧就係泰國皇太后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嘅專才啦，咁即係聽到咁長都知道係專才啦 ，OK， 咁跟住就入咗嚟啦，咁但係咧就後嚟就被即係入境處咧就拘捕佢啦，發現咧就係佢嗰張碩士嘅證書咧品質即係非常粗劣。咁咧就一睇就知係假㗎啦，咁仲有錯漏百出譬如嗰啲英文全部咧好多串錯晒嘅，譬如 authority 咧就串咗 authority 嘅即係R 變咗 S 咁authority 咁樣 council council啦，咁串咗咧就係 counril counril 咁即係咁誇張嘅呢間皇太后大學，咁仲有呢個仲離譜即係大學嘅成績計 GPA 嘅分數，讀過大學都知㗎啦，嗰度就寫咗 GPS 衛星導航變咗 GPA 變咗 GPS， 咁好多呢啲嘢。OK， 咁即係唔使審啦，係咪？即係如果大家個直覺都唔使審啦，係咪先？即係入眼你罪啦。OK，最後嘅結果咧就都係無罪釋放嘅咁一陣先講下個官嘅解釋啦。咁就但係要講嘅一樣嘢最重要嘅咧，就係呢單已經唔係即係冰山一角嚟嘅，喺對上嘅2年啦。就已經係連續8單8連霸 ，OK， 就都係告唔入嘅，都係啲即係內地專才計劃，然之後發現造假，跟住咧就控告，有啲人冇控告添啊，總共咧5單上到法庭，就5單都係即係控罪撤銷嘅，咁另外仲有3單咧就係去到差佬嗰個層次咧，就已經係即係唔夠即係唔夠罪證，跟住就唔係5單喺差佬嗰邊咧就係撤銷控罪嘅，因為唔夠證據啦。另外咧就3單咧就係上到法庭都係。即係最後就係判被告罪名不成立嘅，咁總共8單，冇1單咧係成案嘅。咁如果你直覺第一個問題就係假到咁都唔係叫做虛假陳述或者係串謀詐騙咁樣，是但都中一條啦。或者我唔知道其實我冇乜好深入睇，仲有冇交替控罪咧？中眼好似都冇交替控罪。呢啲又好奇怪嘅。OK， 即係律政處嗰邊咧又冇整翻條交替控罪，因為是但如果即係有2條唔中嘅都中一條交替呢啲係
呢啲係律政處慣常嘅伎倆。咁你總之咧就咁點解唔中咧？好啦，講埋個解釋啦。個解釋如果大家有留意嗰單新聞都係就唔係好複雜嘅啫。咁裁判官黃國輝咧最後咧即係最後嘅判詞就咁講嘅，大概咁啦。佢就話入境處助理記錄入境處嘅助理記錄被告嘅招認內容咧，千瘡百孔，有好多嘅遺漏。咁咧仲有咧仲有另一個原因就係冇喺成個嗰個拘捕審查嗰個審判，咪即係調查嘅嗰啲過程裏邊咧 ，OK 就總之被告應該得悉嘅一啲嘅權利咧全部都係冇話，大部分都冇話俾被告聽總之就非常之馬馬虎虎。咁仲有咧就佢舉咗個例啦，就話即係入境處嗰個助理咧就自以為普通話咧就好掂，但係咧個普通話水平咧就只係去到小學程度嘅啫。曾經咧就用咁樣去問呢個被告，就係話佢本來就想問被告有咩解釋你咁樣，咁佢真係咧就將啲音轉一轉，佢就有咩解釋咁樣，咁就問咗，咁法官就話唔係即係法官就話即係簡直係離晒譜啦，就話即係入境處嗰邊咁然之後就千瘡百孔，錯漏百出，咁然之後最後佢嘅判決咧就係話調查程序涉及不公平。咁所以基於控方無法證明咧虛假元素，裁定被告兩條罪都係入唔到，罪名不成立，即時咧就釋放呢隻玩法咧 OK 有冇問題咧？冇問題，普通法上邊冇問題，因為只要被告揾到個律師知即係通常律師睇到哇你呢單嘢走唔甩啦，你個張咁嘅文憑假到咁佢咪唔打嗰件事咯，就打程序咯。咁呢啲咧就係普通法通常都會用嘅，咁所以有冇問題咧？如果你喺普通法度咧冇問題嘅，俾你打得到咪得咯？咁你真係入境處嗰邊有咁多錯漏百出啊嘛，咁個官咧就 focus 晒喺呢度，咁認為咧成個程序都係對被告不公，咁就疑點歸於被告啦，都算係即係所有疑點都係歸於被告，咁所以咧就判佢無罪啦。點解我要攞出嚟講咧？第一，頭先講咗呢單已經唔係第一單，係即係假到咁都判無罪嘅，已經係呢2年已經係8單，或者優才計劃以我嘅記憶 OK， 所有呢啲涉嫌造假，全部冇試過入過罪一直以嚟呢幾年即係有咗優才計劃之後，咁就你話要揣摩點樣揣摩？即係你問我嘅揣摩 OK。咁如果你即係再睇，喂咁即係梗係唔會正常啦。咁呢個有啲乜嘢唔正常嘅現象咧？咁好簡單嘅啫喎。OK，首先主觀願望，我哋揣摩一下先啦。香港政府李叉燒特首 OK 等等呢啲，喂佢想唔想俾個社會有一個訊息，就係哇呢幾年每年10幾萬大佬即係超過10萬啦政府數據嘅嚟嘅優才嘅嗰啲人，你唔好理即係嚟到之後好多有問題啦，有啲又唔續啦因為根本揾唔到食，乜嘢都唔好講啦，唔好講呢樣嘢字。但係佢一直都唔希望大家覺得優才計劃係失敗噶嘛。好啦，人多嚟好撚成功啦。第二嘅就係嚟嗰啲人，喂，如果好多人都係造假嘅，喂咁即係唔掂啦。咁即係話主觀願望，香港政府唔想有一個即係透過呢啲法庭嘅判案嘅案例，至少帶出一個訊息，就係喂呢啲優才其實唔係優才嚟㗎，好多都係涉嫌造假㗎，絕對唔想係有一個咁嘅訊息帶入去喺個即係釋出俾個社會啦。咁就唔係好難做嘅啫喎。OK 只要無論係執法嗰啲警察又好啦，入境處啲咩嘢助理咩人員咁樣。總之就即係
知道揣摩到上頭嚇，跟住然之後或者上頭話俾你聽，喂捉咗佢算啦，唔好搞咁認真啊咁樣，咁馬馬虎虎咁樣搞，然之後嗱呢啲咁嘅所謂叫千瘡百孔啊、錯漏百出啊，OK 就可以係人為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嗱呢個有冇呢個可能性呢 ？OK， 咁啊留待俾大家自己去分析啦。但係咪真係咁巧呢？同埋係咪咁Yahoo呢？同埋係咪咁荒謬呢？即係可以造假，然之後都可以無罪釋放呢？咁啊就單都可能係打程序嘅，咁啊已經搞掂啦。咁啊即係等於嗱舉個例就咁你明啦，即係打麻雀咁樣即係你就同下家嗰個眉來眼去，咁你坐上家係咁鬆張，咁下家咪食糊咯。咁啊即咁嘅比喻，咁所以呢個咧係其實係值得關注嘅。OK， 嗱第二樣咯喎，就講緊頭先都講緊啦，喺普通法底下，你打程序完全係冇問題嘅。OK，但係呢個就要翻去呢幾年，又睇下國安法嘅嗰啲咁嘅案件啦。OK， 如果你睇到國安法嘅案件，其實你要問一個問題嘅就係，當鄧炳強成日都出嚟講我哋嘅標準係一致嘅一視同仁嘅最近就住翁金華嘅案件不起訴，咁又話乜嘢咩有證據我哋會拘捕，有足夠證據我哋就會叫律政署嗰邊咧就作出檢控，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啦。標準係咪真係一致呢？定係話今日喺香港呢個社會喺個司法制度嗰度存在兩套嘅體系咧，一套係普通法 ，OK， 一套係大陸法。我講緊嘅大陸法就係喺國安法嗰度咧 ，OK。嗱，如果你話有啲嘢咪憑感覺啊，頭先我諗大家如果憑感覺，你都你都可能聽到呢度你都幾認同咁，但係你話，喂咁樣喎，憑感覺準唔準啊？咁啊唔準嘅 ，OK。咁但係話俾你聽嘅就係，就算你唔係憑感覺 ，OK， 法律條文嘅都支持呢個講法。首先就係現成喺一般嘅刑事罪行嗰度就用翻刑事罪行嘅法例 ，OK。國安法2020年之後再加埋早2年23條 ，OK。就有另一套嘅法律條文係俾佢跟嘅 ，OK， 係如果唔憑感覺，淨係講事實，呢度係真係兩套嘢嚟嘅。譬如話《國安法》第42條啦 ，OK 保釋嘅問題 ，OK， 佢就唔係用緊一般刑事罪行嘅嗰啲條例去判斷嘅喎。喺國安法第42條嗰度就講明法官如果係冇充足嘅理由相信被告唔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就唔可以俾佢保釋㗎啦，除非你有好足夠充足嘅理由咁樣。咁呢個已經係即係同一般刑事罪行咧係嗰個考量嘅門檻咧係唔同咗，甚至係高咗啦。或者仲有國安法嘅第44、46條講到唔可以用陪審團啦，指定嘅法官啦。跟住仲有嘅就係涉及國家機密，所以咧律政處即係透露案情啊等等呢啲咧，即係透露就人情，唔透露咧就道理咁樣，諸如此類啦。乜嘢都國家安全大乜晒咁樣啦。咁佢本身就已經有一套另外一套嘢度，但係而家講緊嘅頭先要問嘅問題就係話個社會度，就算你真係存在一套一般刑事罪行嘅條例嘅法律，同埋一套國安法嘅法律 ，OK， 而呢兩套法律係咪都係 based on普通法嘅體系呢？如果你問今日香港政府，無論你問林定國、問鄧炳強，佢都話俾你聽，係我哋嘅標準係一致嘅，我哋係一視同仁嘅。咪有證據又 charge， 冇證據又唔 charge 咁樣，你又講埋啲廢話啦。但係事實上係咪咁呢 ？OK， 事實上唔係喎。事實上係，如果你問我嘅睇法，就我嘅睇法，甚至係我嘅感覺，就會話俾大家聽。OK， 一般刑事罪行你就可以
用普通法。OK， 打程序都冇問題。事實即係事實，你有販毒，但係拘捕過程差佬出錯，你已經疑點歸於被告，你走得㗎啦，你係有販毒㗎。OK， 但係國安法咧 ，OK， 另一套咧，嗰套係大陸法嚟嘅，嗰度不存在一日未定罪被告都係一個無罪之人啊，或者仲有疑點歸於被告呢啲嘢喺國安法呢幾年嗰啲嘅每一單嘅審案大至黎智英細至手足嗰啲暴動罪，喂，全部你都睇唔到呢啲嘢嘅，邊有程序俾你打 ？OK， 譬如話舉個例你盤問個差佬，個差佬就話辯方一定譬如佢會問。我個被告當時俾你拘捕嘅時候着緊咩衫啊？攞晒啲呈堂證供嗱，呢套衫咧就係我哋搜到嘅喺現場啊，咁套衫都係黑衫啦、黑褲啦、豬嘴咁啊。喂，但係其他人都有嘅喎。OK， 你點證明呢套嘢係一定係佢啊 ？OK， 呢度已經有明顯嘅程序出錯，你根本證明唔到件衫係佢啦。又或者我以前都 call 過個案例啦，灣仔暴動 OK 你喺軒尼詩道見到被告，跟住然之後咧就跟住喺波斯富街拘捕佢，中間過程你有30秒唔見係 out of 你視線範圍，咁點解你咁肯定你喺軒尼詩道見到嗰個就等於呢個波斯富街之類？有好多呢啲咁嘅嘢，或者仲有就係翻到差館嗰啲所謂嘅程序喺國安法度全部冇嘅，法官完全唔理嘅。OK。仲有呢個已經係一個呢個已經唔係一般普通法常見嘅情況。仲有好多啊，仲有嘅就係，周運彤你一國呢個結束一黨專政點解唔係就等於你顛覆共產黨啊？哇！周運彤搬晒好多理論咁，你又出嚟解釋，你大家都睇到完全都唔聽你講嘅。根本已經有咗佢既定嘅立場，結束一黨專政就係呢個顛覆共產黨啦咁樣。喂，你見到喺國安法嗰度，OK， 涉及到文字、書籍、口號、網上貼文，或者仲有你同啲鬼佬傾過偈有所謂疑似政治嘅聯繫，全部個法官可以諗都唔使諗，有晒佢自己嘅立論然之後揣摩你嘅意圖。喂，呢啲全部唔係普通法嚟嘅喎。如果你用翻呢套擺翻落去頭先嗰位大陸女士蔣琳琳案嗰度，喂，個法官就應該係咁啦。屌，我一睇你嗰啲你嗰張文憑嗰啲字都錯撚晒，我就已經好撚肯定你嗰張文憑係假嘅，你就係串謀欺詐乜啦。使乜講程序啊？唔使講程序啦，求唔使審即係唔使審，我都知道你就係造假啦。呢種咁嘅態度就係而家國安法用緊嘅態度。OK 呢種態度係乜嘢？係一種未審先判。如果嗰個審蔣琳琳案嗰個法官係用呢種咁嘅態度，係一種咩態度呢？就係一種大陸法嘅態度。就係你上得嚟法庭一坐緊喺被告欄，你就已經係有罪，除非你證明皇太后大學佢真係串錯字你出具一句證明皇太后大學泰國皇太后大學出具一個證明，話俾大家聽係我哋啲英文真係唔係幾好㗎，所以就串錯咗字啦咁樣如果唔係咧，你就一定係有罪。呢個就係。呢個係一個大陸法係拉得你上嚟，你上到庭度你就已經係有罪你如果你想即係你要點樣冇罪啊？你自己去證明你自己冇罪啊！今日國安法就係用緊一套咁嘅玩法嚟做嘅 ，OK。但係一般嘅案咧，就俾翻大家一個假象，呢個香港嘅仍然有普通法喺度嘅 ，OK。咁所以咧，我想講嘅就係話。呢個今日個香港咧個司法制度咧係存在緊兩套嘅體系嘅 ，OK， 一套係普通法，一套係大陸法。佢唔淨止係
淨係話俾你聽法律條文，我哋有兩套嘅國安法啦，同埋呢個一般刑事罪行嘅法律條文啦。OK， 唔係咁簡單啊，係而兩套，一套係行緊普通法，一套就行緊大陸法嘅。OK， 係啊，呢個嗱，所以即係呢啲就係即係你見到好不尋常啊嚇。過往2年8單都可以冇罪。8單都係明顯造假 ，OK， 仲有呢個咧就唔係關體系用緊邊套法律嘅問題，呢套就係呢個問題咧就涉及到就係今日無論執法㗎啦，或者去到法庭度司法啦，法官啦、警察，喂，其實佢哋要判一單案，即係落唔落 charge， 判一單案有罪定冇罪。佢哋可能都要揣摩緊，究竟個政府想最後出嚟嘅結果係乜嘢？如果你唔信嘅，再舉多個例子俾你啊！翁金華案頭先提過啦 ，OK， 大家都覺得荒謬絕倫啦。做最後差佬直情係唔起訴添，證據不足。咁好多人嘅反應就係、是，好多香港人反應有冇搞錯啊？成條片喺度，你都話證據不足。嗱，我話俾你聽啊！所以話我做藍絲都得㗎 ，OK？ 如果我做差佬，我即刻可以 KO 你啊！咩叫有片就實得啊 ？OK？ 我當條片係真嘅，唔係條片真係真㗎啦 ，OK？ 我唔同你拗呢條片係真定假嚇。如果喺普通法嗱，又用普通法啦喎，嗱呢啲佢用普通法喺普通法嘅精神裏邊，呢單嘢發生嘅時間係23年啊，而家都26年啦。2年幾3年前嘅嘢 ，OK， 喺一個普通法嘅體系底下咧，你如果你要追溯去起訴一單話幾年前嘅嘢咧，有好多技術性問題嘅，因為可能你要考量，你再揾翻啲證人上庭，佢嘅記憶力究竟有冇準唔準確啦？或者係啊，甚至即係好多嘢要考量，所以佢一個理由就已經可以 KO 你啦。係有發生過 ，OK。不過23年喎，3年前，所以我哋覺得呢單咁呢個差佬就會同你講啦，呢單嘢我哋覺得上到律政處嗰度都係好難告得入，所以我哋就唔起訴啦。嗱，佢大條道理嘅喎，咁普通法道理又講得通嘅喎 ，OK。但係個問題就係乜嘢咧？問題就係你翻返去國安法嗰度，呢啲所謂叫做影片足唔足夠啊？或者仲有招認又可唔可靠啊？證人合唔合作啊？等等呢啲嘢，你喺國安法度完全唔需要考量。OK， 一拉你就差唔多已經有罪你亦都差唔多可以證明自己冇罪嘅空間好細。OK， 因為仲要指定嗰個法官，個法官已經有咗立論，所以係兩套嘅體系嚟。咁呢個係好可悲嘅，呢個係成個香港個社會就係乜嘢咧 ？OK， 你話睇呢啲咁嘅法庭嘅案件，呢啲法庭案件話俾你聽，香港嘅專才係冇造假嘅。你記住，法庭嘅判決對於每一單嘅 case 係對個社會釋出一啲嘅價值觀嘅，係當陣時嘅價值觀嘅，係可能同以前同一個社會，但係同以前係唔同咗嘅。今日就唔同咗啦。OK， 專才係冇造假嘅。OK， 仲有嘅就係翁金華案，話俾你聽，唔止翁金華啦，黃碧嬌都話俾你聽啦。今日只要你係三會嘅人士 ，OK， 哇，大佬冇人夠膽喐你，你真係威過威士忌嚇。呢個亦都係翁金華案帶出嚟嘅一個訊息。無論你鄧炳強解釋幾多次香港有法治啊，我哋用緊同一套標準，嘥氣 OK。真正嘅一套法治唔係某一個官員出嚟反覆重複又重複咁同我哋講，我哋嘅標準係一致，我哋一視同仁，唔係咁樣啊！係公眾嗰個社會所有嘅群眾，所謂叫做公眾 ，OK， 從實際嘅案件裏邊睇得出嗰個標準是否係一致。
OK，今日喺香港，我睇到嘅就係唔止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係冇咗啦。OK，但係咧就一個司法體系就兩套系統咯。你可以咁樣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係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OK，咁就本來今晚我諗住咧就喺拉闊就講埋呢單嘢，咁就依家都叫做清咗佢啦。咁俾大家多個角度去思考，究竟呢啲咁嘅 case 可以俾到乜嘢嘅息路出嚟咯。